亲像早时代美哦，来耶！亲像我的心，我要来跳舞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亲像我的心，我要来跳舞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哦罗主，哦罗主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哦罗主，哦罗主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哈利路亚！咱要学罗主亲像早时的大美王，请问是安那要亲像大美王？大美王嘛有伊的缺点对无？伊犯足大的罪啊！咱要爱亲像大美王的安那？学罗主的时阵不计形象，好不好？吼，伊无咧想讲我是王哦，伊是安尼又搁跳搁一种哦，因为伊心着跳，禁袂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禁袂调。咱是毋是有安尼心情来学罗咱的主？这位是安怎的主？特别你若即马心情白白，你搁较爱学罗主，因为你的学罗甲你流目屎，伫咧你的流目屎中间，你的心就开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用安尼心情来学罗咱的主哦。不管咱即马心情是安怎，咱就是定义来学罗，就是这位主是安怎的主哦。咱搁来唱一遍哦，咱亲像代表安尼不计形象来。当心心中我的心，我要学罗主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当心中我的心，我要学罗主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学罗主，学罗主，学罗主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学罗主，学罗主。亲像早时代美哦，继续。当心心点我的心，我要来拍手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当心心点我的心，我要来拍手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学罗主，学罗主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学罗主。亲像早时代美哦，来跳舞哦！当心心点我的心，我要来跳舞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当心心点我的心，我要来跳舞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学罗主，学罗主，学罗主，亲像早时代美哦。学罗主。亲像早时代美哦，耶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就是来啊来啊，咱来学罗咱的主，咱要学罗主是有上帝话语作为咱的根据哦。咱三甲来读上帝话，请上主啊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感谢你。因为你有铭记伊所讲的话，因为唱歌称赞上主的作为，因为上主有大恩光，上主虽然尊贵，也阁看顾卑贱的人，因对远就认出骄傲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敢迄是骄傲的人嘛？咱若是骄傲的人，咱就袂到上帝面前来感恩。因为咱感觉咱真敖，若是安尼，咱就离主真远，所以咱爱来认罪。啊，咱可能唔知咱家己骄傲，其实咱是真骄傲的人，所以咱就爱来学罗咱的主，咱就知这位主是要光照咱，互咱知咱的本性是自私自利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对、自私自利、自义的人。恳求上帝来赦免咱的罪，咱开起来学罗嘛，恳求圣神来光照咱的心哦。1、2、3，请！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学罗你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，主啊，你是创造阮的主，主啊，伫阮的内面，主啊，你知阮是如何总是阮犯罪，主，阮犯罪了，主啊，阮得罪了你，主啊，阮人的有限，阮就是阮是无限的，阮就是阮的当啊，敌压过你的，总是主阮错了，主啊。
恳求你来光照阮，互阮会当回心转意，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灵阮的罪，定睛搁一遍，你互阮有回转的机会，回转的稳定，阮感谢你。听阮弟要感谢俄罗你，你有丰盛的主爱。主啊，你要赦免阮，你是信实的，因为你讲你，阮若认阮的罪，你要赦免阮。主啊，除去阮一切不义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每一个早时，特别是伫主日的早时，分别做成来到主你的圣殿。主啊，阮要全心一意来敬拜俄罗你，因为阮是你所创造的，阮是被造的，阮是被你赦免，是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心中甲人生的人。主，互阮有安尼恩典是主你，阮感谢俄罗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继续咱要来医治甲释放主伊的心意，就是要来祝福互咱。咱要来看上帝的话，请咱来读。我虽然互患难围困，你为保守我的性命，我的对敌生气，你为伸手对付。用正手解救我，上主为实现对我的应允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存续，你亲手所做的，求你唔通放杀。主袂放杀咱，这是伊的应允。所以对咱身心灵、咱的婚姻、咱的人际关系、咱的需要、咱所关心的一切，伊嘛关心。伊毋是敢若关心有大关联，会当为咱来解救、解围，因为伊是一切的办法。所以咱来到主的面前来求，恳求上帝来帮助咱。如果你有需要有人甲你分担，需要有牧者、家长老来为你祈祷，请你等下会当起立。若是无，你想要甲主单独来会面的，你把你的手放伫你感觉你需要甲主来三通的所在，咱开声，若有需要的，请你起立。牧师也是咱的长老，要来为你来祈祷，请咱来开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兄弟姐妹徛起来，就是伊需要主你伸手扶持。主啊，阮人生倒退时阵，主啊，你听见阮需要被扶持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予阮伫教会中间。主啊，阮就是一体。主，你听阮。主，你的医治，主你的赏赐，主啊，你的扶持带领伫阮中间。主啊，特别是伫无伫阮中间，伊无法度徛起来，伊伫病房，伊伫真困苦的中间。主啊，你拢医治临到，因为主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主。阮感谢阿罗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在的主。阮不管有提名无提名，主啊，你拢关心，你扶持带领医治，你伸手带领，你无离开阮。阮感谢你，特别是伫阮心灵失去平衡的时阵，阮痛痛，阮无平安的时，主你就是阮的平安。主啊，你就是阮的一切。你供应阮，你医治阮。你安慰扶持，你互有愿望，互阮即马虽然感觉真绝望，总是阮就有将来愿望，即马就活出属于你的喜乐，因为你的喜乐就是阮的喜乐，你的快乐就是阮的快乐，你的勇气就是阮的勇气。阮来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要为着主日来祈祷，咱三甲来读上帝的话，我要专心感谢你。伫正生命面前唱歌称赞你，我要你的圣殿跪拜，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予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。我求求的时，你有应我，你有鼓励我，予我得到快乐。咱要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，特别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圣诞节特别到这是真重要，教会的收挂的日子，互兄有社区的朋友会当来到教会，也是咱行出去社区祝福这个社区。嘛为着满年度的时间过话各方面拢有主会带领。嘛为着这礼拜
祈祷会是见证祈祷会，咱们将感谢来称赞这位主，嘛为着今仔日这礼拜为着志工来代祷，互每一个志工因愿意发献出因家己的身躯，恳求主来祝福因的身心灵、因的家庭，互因有喜乐的心，而且所做的祝福真侪的人，嘛每一位伫事工中真正会当影响真侪人，大家愿意斗阵出来，咱就是出来来成做上帝的志工哦。这不是谁的志工，不是属地上面，是上帝的志工。那么为着志工队的队长黄家生队长来祈祷，请咱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准备咱家己的心，咱开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因为主你伫阮中间，主是主当阮分别做圣，行来主你的圣灵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，互阮甲你中间，主阮有和好，阮也专心一意来听主你的话语，主特别伫教会中间，主你是阮的大牧者，主为着圣诞节也是各种的事项，主你掌管，主你要引带迦南教会，主因为你呼召每一位，主你就要负责到底，主伫明年的事工，你就是迦南教会的头，主阮对你，互阮有合一的心，主阮感谢阿罗你，为着志工队，主黄家生队长，主一个志工，主你来祝福满满，互因所做的真侪芳芳的祭要来献互你，阮感谢。阮咱要用主祷文买三角安尼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。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错阮的日子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天地拢要来阿罗耶和华，咱就轻声进入伊的院，往阿罗里的门。但三角来吟诗，阿罗上帝圣诗第166首，奇妙主耶稣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奇妙主耶稣。尊贵，稳定甲滋味，永远到永远拢属你。咱三角来祈祷，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要用全心、全意、全灵来敬拜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在寒冷的天气中间。你有愿，互阮有火热的心来到你的圣殿，
甲众兄弟姊妹三甲来学罗你。做阮相信你的神常常甲阮同在，无论阮的患难的时，也是阮的欢喜的时，也是阮的忧伤的时，也是阮的快乐的时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听拢无离开阮，也无离开你的教诲。我们感谢你，过去一年来保守甲看顾，整个疫情来过去，整个战争的发生，整个台湾的现况，无论是经济、文化、政治、环境种种的问题来发生，主拢要来见证，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你也是赐落平安在阮当中的上帝。特别在阮心中常常有犹疑，阮的上帝咧打路。总是你甲阮讲，在地面上有苦难，在耶稣基督内底，阮拢有平安。主啊，你甲阮三甲同在，特别是徛伫你面前的每一位属于你的囝儿，求你的信心常常充满阮，常常用你的话来警戒阮，互阮存敬畏你的心，继续跑走你为阮每一个人所插的标，帮助阮常常倚靠你，真侪合你心意的囝儿。特别在这礼拜中间，主啊，互阮来当学习来感谢你，感谢阮厝地的人，感谢阮的兄弟姊妹，感谢阮的朋友，将种种的感谢献做祭互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赐落互阮有重新的活命，伫耶稣基督内底。互阮会当对死国活，阮感谢你；互阮有天国的愿望，阮感谢你。祝阮逐工的啉食，你拢收赐阮；阮逐工的欠缺，你拢帮助阮。阮爱大大感谢你。在这个时，求你的圣神啊，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伫咧，特别甲老牧师三甲伫咧。主啊，可以所传讲的信息，会当刺激阮的心，互阮的灵得到精英，互阮会当。对上帝你的话继续跑走，献上阮的感谢、祈祷，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求主怜悯，听阮祈祷。请坐。这时，咱们三甲来启应。启文第17篇，也就是诗篇第65篇。上帝啊，人着得谢安称赞你，佮着对你写所下的愿，听人祈祷的主啊，全人类拢要就近你，做压倒我。毋过阮的过失，你拢要赦免。你所拣选，互因亲近你。住伫你殿院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阮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心满意足。你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你眷顾土地，落雨灌压，互土地增肥。上帝予水满满，你安尼准备土地，供给五国。你灌溉田园。收平土地，落够夜的雨水，互土肉软软。这声，你赐福，互农作物大长。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。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，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滴。山头用欢喜做大厦，草坡。用羊群做衫穿，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。这声，因拢欢喜出声吟诗。这时，咱要请萨克斯达来献诗，因所要献的诗歌是《巴比伦河》。以及另外一首《当一个婴仔降生》。
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9章14节到15节的所在。上帝赐恁无限的恩典，互因为个较敬听恁，搁为着恁祈祷。感谢上帝，伊有互咱袂当形容的恩赐。以上，即是咱们请老叶牧师来讲道，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感谢，感谢。咱拄则有读上帝话，讲咱要今仔日要感谢上帝。当然，拄啊伫事例中间嘛讲，咱要感谢咱身躯边的人，所以咱会讲多谢 ，Thank you， 阿里亚多，感谢。牧师真罕伫感恩节讲道啊，11年来头一遍伫感恩节的时阵讲道。就是要互我借着这个机会甲每一位拢感谢，多谢咱大家有你真好，有大家真好。伫后壁这嘛要感谢，好真感谢，因为咱有讲一个上帝，所以咱才有法度来感谢。因为人甲人中间咧斗阵相处，一定有冲突，因为你甲我无共，每一个人拢是独一无二。阿免吗？独一无二，哪有可能会共款的？无可能。当咱若无共款的时阵，咱就有冲突。冲突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的行为、我的想法、我的观念、我的信念，甲你无共款，以至于你所做的妨碍着我内心的需要。内心什么需要？安全感。你若妨碍我的安全感，还是你妨碍着我感觉？我无好听，也是我妨碍着我感觉讲我无成就感，我被否定，也是我感觉讲我要做会去用当拄啊。那安尼人甲人中间就有冲突，伫冲突中间，咱就感觉有气。伫这有气的中间，咱若是一家人，咱拢是属伫上帝。咱讲感谢上帝的时阵，咱嘛感谢上帝所赏赐、所拣选的咱的每一位。伫咱嘉农教会伫9月开始无共款，因为三位牧者咱收到不信任、不适任袂使讲不信任、不适任通知，所以咱伫年底三位牧者要离开。兄弟姊妹，咱会感觉真突然，敢若咱去用拍断，咱会敢若突然毋是甲咱想象的是共款。是毋是咱即马应验牧师咧讲的时阵，真侪兄弟姊妹毋敢抬头看我？兄弟姊妹，咱要为着这项代志来感谢上帝，真感谢上帝，每一个人拢看我，因为伫咱的教会，就是因为咱的小会员、咱的长老，因真心实力伫上帝面前所领受、所做的决定，咱要感谢无？阿妹吗？无人讲阿妹啊！咱既然讲感谢上帝，咱拢是上帝拣选的，咱所做的决定，咱要讲感谢上帝无？阿妹，咱要感谢上帝无？阿妹，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决定，一定有真重要的原因，毋是歹意的，毋是恶毒的。咱相信嘛？咱阿免吗？只是无共款。我拄有讲冲突是啥物？想法无共款，你妨碍着我内心的需要，所以咱有即个冲突。冲突会互咱的教会伫上帝观念内面，咱会突破，以至于突破了后，咱会感觉讲咱家人教会竟然会当差派3个牧者斗阵去青埔开拓教会呢？若毋是有即个过程，毋是有即个冲突，咱无法度有即个突破。所以咱要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互阮每一个人拢独一，拢真特别，拢无共款。总是阮拢伫家人教会的服侍时阵，主啊，你爱阮是合一的。总是阮若是领受的是无共款，
主，阮只有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主你听伫阮的中间，主你嘛定义要听阮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教阮三角伫地，你也互阮伫嘉农教会，搁一遍要经历到主你听所带来的新约基础，就是阮彼此饶恕，彼此合一，和好，伫主你的圣殿内面，重新来出发。阮为了安尼来感谢上帝，恳求主你用今仔日保罗先生所经历的，阮搁一遍，互你来提醒，嘛，互阮重新有气力对你来。主，阮伫无共款的所在，阮伫上帝国内面，阮要斗阵来宣扬主你福音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启示阮，互阮照安尼去行，活出上帝国子儿的款式甲影响力。阮来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首歌我毋知影咱唱过无，毋免承认，因为若唱过的人，拢是甲我同款，永远18岁。这首歌叫做感谢主哈，我莫唱啊哈，我唱恁拢走了去啊哈。伊讲感谢主，是春天、秋天，感谢上帝，祈祷互阮应允，嘛感谢上帝无应允的嘛感谢上帝，感谢你伫路边，互阮有玫瑰。阮嘛感谢玫瑰顶头有刺，就是这位姓林子，我想有少年人可毋捌伊，总是伊是真有名的作家，伊是即个关节炎啊，所以伊规身躯，咱规身躯拢有关节，所以伊规工拢真痛疼。当伊唱这首歌，感谢上帝，拄则这首歌的时阵，伊是足气的，尤其少年的时阵，伊国民学校毕业，伊都无搁读册啊，拢咧厝的。家己练习写作，伊讲哪有可能？春天会当感谢，秋天哪有法度？亲像我永远18岁，拢已经入冬啊，人生拢已经入冬啊，要感谢啥物？愈来愈袂用的。主啊，我祈祷你拢无应允，我对少年祈祷，互我得到医治，你拢无互我得到医治，我要感谢啥物？特别是玫瑰。咱看到玫瑰，咱也是家加长，亲像插一盆花，今仔日阁真水，明仔载水。到一礼拜以后，这花就安那，都谢，都裂，都已经无啊。但是伊的刺还阁伫地，刺还阁伫地。咱若去摸着花拢谢，但是咱摸着迄刺，咱还阁会安那，还阁会存一个。总是伫哥林多，今仔日咱读的经文，保罗先生已经验真济，咱等下就知。上尾伊讲着这2节经文，感谢上帝。互咱讲袂出，无法度形容的文字。伫现代版讲着讲，互咱无法度讲袂尽的文典啊。啥物叫做文典？啥物叫做文典？啥物叫做文字？啥物叫做灵敏的？差伫倒位？灵敏就是讲我已经无的，我失去的，主啊，你互我恢复。这叫做灵敏。我本来有好好的身躯，我本来腰子足好，总是我即马敢若腰子无好啊。主啊，你医治临到我，互我医治，互我腰子阁恢复迄个健康。主灵敏，稳定呢？稳定就是我本来无的。主你加互我，你加互我，加互我，加多而又多，多而又多。就在地，主互咱，这偌济讲袂尽，无法度形容的，这是保罗先生伊所经验的。伊所经验的是天国的福音，是个所经验的是天国的价值观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用这张花来讲，请问这内面有玫瑰，请问这是叫做啥物花？除了它是玫瑰花以外，这是什么花？张青年讲着一个词，我听了就爱。咱敢知影这是什么花？这玫瑰花嘛，吼。然后这什么花？啊？哦，捧花啊，好啊，这花叫做什么？哈，银花？不是哦，这什么花？啊？
歹势，我无听到。玫瑰花、假花，人少年毋是安尼讲呢。永生花谁说的？果然很年轻。人无咧讲假花啦，人无咧讲塑胶花，人讲这叫做什么花？永生花啦，永生啦，因为伊会死袂死嘛吼。兄弟姊妹，当咱阿东甲夏娃因犯罪时阵，因犯什么罪？上主讲，拢会使食，咱食毒，即马有说明哦，哇，足赞嘞！咱的墙壁有说明讲，这创造的意义是啥物？恁拢通食，但是干那一手掌啊，一手袂使食，食了恁安那？一定死啦！一定死！请问有死无？有人讲死呀，死呀，到底有死啊无死？兄弟姊妹，本来咱是一丛玫瑰花，这若是鲜花。咱若是对玫瑰枝甲夹起来了后，摕来才插。拄则我已经有先讲，插3天5天，特别今仔日刚刚含苞待放。请问你敢看得出来它的死样子？分享长老，插花的人莫干嘛吼？你看得出来这插花这盆里面的花，你会看到它的死样子吗？看不出来，因为它很漂亮。而且它明天可能更漂亮，因为它含苞待放，明天后天更漂亮。但你会不会说它是一个活的花？因为伊确定一定死。兄弟姊妹，当咱犯罪的时阵，咱就亲像安尼加起来，即马还未死，总是咱确定会死。咱的主的恩典临面咱本来确定会死的。永死总是伊甲咱插基伫永生的树基，互咱有永生，但毋是即种花，互咱有永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即马伫即世间，咱有2个身份，咱一个身份就是伫台湾即个国家，咱有台湾的资格，咱有国民，总是咱上时咱有啥物国家的国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是2个国籍，双国籍，所以咱即马做决定都无共哦。福音或者啥物？咱要传福音，福音是啥物？福音绝对毋是干那甲咱这个基去到底去接枝在上帝国，这个跟神连结而已。你若连结尔60分，你洗礼尔60分，福音是你60分了后，你要靠主，你要行出上帝国的价值观，你要活出上帝国的国格跟上帝国的福气，这个才是完全的福音。福音，互咱因为安尼，哇，咱感觉咱无共款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感谢主，毋是干那甲世上人所讲的感谢无共。咱伫世上会讲感谢，讲你对我好，我才有甲你感谢。但是你对我无好，我要安怎甲你感谢？上帝国就有法度，因为上帝的旨意伫咱中间，咱是要活出属伫上帝国的价值观。所以迄个事，我感受到啥物？迄个事是啥物事？咱要看哥林多教会，即个是保罗伊内心真脆弱。这个图我即摆足爱，就是咱的一凡，咱的青年足够画，所以这版权所有哦，这袂使黑白摕去用的哦，这是伊授权我。兄弟姊妹，保罗先生伊即摆咧写即张批的时阵，伫后哥林多后书的时阵，伊即摆咧写即张批咧讲讨钱的，讲较歹听是讲讨钱啊，因为伊是要去共斗3工的，伊内心真脆弱。什么代志是互伊迄个时内心足脆弱呢？因为人安尼讲，你也无推荐啊书啊，你若无摕推荐书来，因为人讲伊无推荐书啊。你想你是伊面的边啊，你有啥物资格你来甲我募款？保罗讲，我就是推荐啦，毋是安尼尔哦，我影响批评啥物？讲伊收真济的捐钱啦，但是。保罗安怎讲？讲阮真谨慎，
真紧像人所捐的钱，阮是要摕去互人安那斗相共的。而且伊阁互人讲安那，所以伊真白白，伊真脆弱咧。就是人讲吼，你即个人做代志吼，拢平黑去啦，撞下落去啦，撞下落去啦。保罗伊安那应，伊讲无哦，我是按照上帝互我对恁的动机拢是好的。总是恁若是对我动机有问题啊，我嘛无咧客气的啦，吼，迄咱就知影保罗讲话真直咯。兄弟姊妹，保罗的心情是真脆咯。伊连伊安尼的人，当伊起来回应的时阵，人对伊是安那？伊真戆硬，伊非常的戆硬，安那戆硬？人讲伊是安那？人讲你吼，看到你吼，哇！看到你的外表吼，哇，这哪会安尼哈？有人伫个保罗的面前吼，讲啊，阮比你保罗较厉害啦，足挑衅的就对啊。保罗安那讲？我安那毋是看外表尔，我是看人的内心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干那看外表，就互人感觉咱外表无好，嘛无要紧，因为有一个人伫新约27本内面有13，有人讲14本，一半以上拢保罗写的，伊嘛会互批评哦，甚至互人批评讲安那，啊，你袂批甲人都无共款啊！你会批写甲遮叮当遮尔厉害，啊，总是看到你的人的时阵，你的其貌不扬啊！啊，你讲话嘛真粗呢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保罗先生，伊嘛互人比较哦，甲遐个超级的使徒来比，我想我一丝仔拢袂较输啦，伊嘛无咧输势吼，因为伊互人讲你不如人啊，互人比较嘛。兄弟姊妹，咱若互人比较，绝对不舒服，因为每一个人拢无共款。保罗嘛互比较哦，所以咱是甚物人啊？人若甲咱批评，甲咱比较，咱只有讲主啊，恳求你怜悯，主啊，恳求你会听伫阮的中间。虽然阮军队主是孤单的，保罗嘛孤单哦。因为回应上帝，总是伊安那，伊所得到的是无支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无支持伊，所以咱算啥物？咱是啥物人？咱无法度互每一个人拢支持咱，只要咱有互上主来支持，是上重要。而且大家拢讲伊是愚妄的人，伊讲对啦，我宁可较愚妄啦。这种经节咱会当去读，无事无法度伫遮每一个拢来说明，总是咱会使去读。保罗先生是遮尔受到人批评的人，因为伊互比较，甚至甲尾仔人讲伊足诡诈的。你这个人诡计多端啊，欺骗，啊，搁啥物？讲伊安那？伊毋是安尼尔，人讲伊搁毋原书，搁辩解。兄弟姊妹啊，迄个是真正真艰苦啊！迄个是就有假消息啊，到处飞。即便保罗做足侪工，总是保罗伫今仔经文上尾，伊讲：即时即刻，我要感谢上帝，甚至我要献上我家己，因为有一个恩典是我无的，而且是对主来的非凡的恩典，互我得到主的快乐伫我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咱有领受上帝非凡的恩典无？尤其伫咱互批评，伫咱行袂落去的时阵，咱要做的就是领受安静，然后咱安那热切来祈祷，咱就爱去传福音。咱若是无去传，得时不得时，拢爱安那传福音。咱若无传音，咱就安那有灾祸了。咱来读即句，请。我传福音，并无啥物通夸口。我是奉命来传，我若无传，就有灾祸。咱会记得即个谁啊讲有灾祸咧？咱敢会记得即个王记？即个时阵两个国家咧相战，结果有4个即个泰国的
啊，因啊啦，豁出去啊，反正我太高，我嘛是人唔敢甲我斗阵啊，所以伊就走去地方遐。一去讲，地方唔知圣性的作为啊是安那，地方竟然听到，哦，敢若足济迄个军队来啊，拢走了，拢散了。结果这4个大麻风去到遐讲，啊啥敌人拢走了去啊？唔是人的作为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4个太高的呢，啊，伊看到讲，哇，啊，敌军拢走了啊！金银财宝、食的各种的拢伫遐，这4个安那好康，紧的坐落就开始食，因为因战争拢无啥物食。当因咧食的时阵，因想着安那，安尼敢若毋对哦。本来想讲我食好再来通报，讲敢若毋对哦，咱来读一个好无？来请，迄时因互相讲，咱安尼做毋对，但今仔日是好消息的日。毋过，阮煞念念，若听候到天光，咱就有罪，惊咱来去报王家知。毋好张持，毋好踮遐拄地，毋好为着家己先食饱，去团。你是不得是咱要去团的时阵，咱就来祈祷，来感谢，有一个迫切的心，咱感谢上帝。咱要传的是完全的福音，拄则牧师已经讲过啊。咱毋是干那互人60分，咱要传即个是恩典满满的福音。感谢上帝，互咱经历着伊的快乐、性命、安慰、安息、能力、公义，甲分别做成的时阵，就是即马，就是咱咧做决定的时阵、两难的时阵，咱毋知要安怎做的时阵，咱就按照上帝的心意，咱就来做。咱做出来决定会好吗？总是主啊，若是你互我领受的重要原因，我安尼来做的决定，我要献上感谢。我知，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阵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满满，恩典就是加入来，什么？具体一点讲，就是力量、性命、安慰、安息、能力、公义、性、别，其他你所领受的，这个就是恩典，因为这本来不是咱有的，外加给我们的。咱拄着做这恶担当的，但是咱有快乐，当咱有快乐，就是上帝加互咱的。咱已经是向挂起来，咱根本就是这个玫瑰枝向加长的，咱犯罪，咱有性命，主互咱性命，加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？就是这些具体的。有更较济，这兄弟姐妹，咱就来感谢上帝，献上咱所有的，咱来去来传扬福音。毋好拄地，咱就爱去传；咱无传，咱就安那有灾祸了。咱来三角来读这句保罗伊所讲的话，请。我是自由的人，无受人的束缚。毋过为着要得到较侪人来信主，我诚做众人的仆人。对犹太人就做犹太人，是为着要得到犹太人。虽然我无受摩西的律法，毋过做律法的人，是为着要得到律法的人。我是自由的人，咱就爱有属天属上帝的眼光。兄弟姊妹，咱或者会感觉讲，哇，悲剧啊！我人生哪会咯悲剧？我的囡仔昨甲我甲阿贤讲，爸爸感谢你，你还阁活地。阿贤水流目屎，伊讲我活得足痛苦。我的囡仔讲，若毋是你破病，阮无法度体验上帝遮尔大的疼。兄弟姊妹，这敢悲剧？毋是哦。啊，哪会无输你哪会咧流目屎？这是感动啦，好不好？兄弟姊妹，咱拄着恶担当的代志，咱感觉敢若悲剧？啥物叫做悲剧？我常常讲，我若预期这样，啊，实际的是安尼。请问预期的甲实际安尼，这段叫做啥？悲剧啦！
所以咱来预期讲，咱教会永远拢有3个牧者伫咧遮。啊，其实实际上对9月对明年1月开始，咱都无实际安尼甲遮，咱会感觉悲剧错，因为咱的预期是错的。兄弟姐妹，在上帝里面可以让悲剧变成什么？喜剧。所以我们要重新开始，从悲剧当中重新开始，重新来得力。咱唔好去停伫迄个悲剧、错怪，唔好去停伫迄个中间。咱要起来做对的事情，唔通搁伫悲伤中。但是我们可以感动，我们可以感谢。刚才我的囡仔讲，爸爸，若唔是你破病，阮拢唔知影。你遮古锥，你真正足古锥的。伊即马讲的话，特别伊咧读圣经、读诗篇，足古锥的。敢若囡仔，敢若外国人的，你知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无卖阁互悲剧、错误再发生，我们要起来行动。我们不行动就错了，就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错。我们不要被这些错误、人性已经发生的代志，定性阁发生，被困住，没有。但我们要起来，彼此扶持。我们都是领袖，都是有影响力的。原则上，咱就是有正直信息，咱发挥每一个人的影响力，每一个人都是领导，都是领袖。总是我们要汲取一个教训，一个家庭嘛好，一个组织嘛好，上帝时间会当甲这个组织扶无去，就是啥物婴仔话、白贼话、卖。定心开始，咱敢若讲上帝的话，讲上帝的话，咱就无好情绪，无问题，因为咱的主要疏解咱的情绪，互咱的情绪中间，咱会知影看见上帝。咁好，咱三甲起来，伫迦南教会定心开始，咱敢若互主搁一遍更新，打掉、重练、重做，因为咱迦南教会要晋升、要升级，不一样了。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当领袖，重新建立跟神来连结，好不好？我们知道过去感恩，此时此刻感恩，我们也眺望未来。我们知道神要来带领我们。咱你刚刚不自在，一定的呀。真正看到牧师拢，我拢会甲叫，你会发现我即马拢会甲叫。哎，某一人平安，兄弟姐妹，要互人自在，从我们自己开始，主动。今仔我来的时阵，处理长老马上叫我，阿门。中会长老也一样，马上叫我，阿门。兄弟姐妹。我们使人自在，我们自己主动，我们先成为一个那个自在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有那个洞察力，就是还在黑暗当中，还在谷底当中，我们就看见那未来，而我们可以重新来发球，重新发球。从我们在哪里开始不重要，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才是重要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安静。听听看彼此哪里不一样，倾听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个交集在哪里。当我们重新要出发的时候，一定要倾听，知道彼此之间共同点在哪里。共同点就在于我们有神的爱，神在我们当中。每一次我们在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记得主的爱在我们里面，天国的价值在我们里面。我那边讲华语哈，上帝国伫咱遮，伫咱的内面，咱就爱起来学乐咱的主，因为咱的主每一遍咱的学乐，咱的主是公义的，咱的主是信息是大权能的，咱就活出上帝国的这个价值观，因为这是主要咱活出福音的大能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学乐你，是因为你听伫阮的中间。伫迦南教会，主啊，伫这个58年来，主啊，阮要安怎开始，真的无重要。主啊，有重要是将来，你要互阮伫迦南教会2024年，主啊，阮要重新来出发，主你带领阮头前的路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主每一天，阮拢要活出福音的大能。阮来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咱要三个来唱信息来回应上帝。咱三个来吟信诗，信诗第72首。耶稣，我伫倒位找你？请起立吟全首。耶稣，我伫倒位找你？伫今日世界。耶稣，我伫倒位找你？伫生活所在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关心。耶稣愿意一生相同，也会望着你，比传教士所传道理，也会听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咧关心。耶稣愿伫领袖心中，咸话入目里。耶稣愿伫计划那道，咸话找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咧关心。耶稣愿伫耶稣心里，咸话望着你。耶稣愿伫坚着工程，咸话看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咧关心。耶稣愿伫夜幕人群，咸话看着你。耶稣愿伫高丘对貌，咸话看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咧关心。耶稣愿伫世界面貌，咸话看着你。耶稣愿伫一切手作，咸话看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咧关心。